Hey， 大家好，我係羅士強神父 Father Stephen Law， 我係耶穌會嘅神父啦。咁喺回應嘅召叫裏邊咧，我記得最反對得最大嘅咧，就係屋企嘅媽媽啦。因為咧，我媽媽咧即係成日覺得自己一個作為屋企裏邊嘅一個長子啦嚇，即係將來成家立室啊，或者咧係即係負責照顧家庭啦咁樣。咁所以咧，當我咧去決定去入修會嘅時候咧，我媽媽反對係最大，亦都係好即係都應該講話係好激烈嘅一個反對嘅。如果我要睇返我自己嘅聖召裏邊嘅其中一個挑戰嘅地方咧，可能當時會覺得係個困難。但係現在睇翻咧，實在係一份衷心嘅感恩，感謝翻天主咧一切嘅幫我嘅安排。為我自己最深刻印象咧，就係咧我記得我喺準備入修會嘅時候咧，我係將我自己即係做嘢一啲嘅積蓄咧，買咗一條好靚嘅一啲嘅鏈啦，俾我媽咪啦，送俾佢作為一份即係一個禮物啦。咁不過咧，即係媽咪因為對我嘅反對咧，我記得當時咧，當我即係佢知道我自己係回應呢個聖召嘅時候咧，佢當住一個好旺嘅地方咧，一個地區啦，將嗰條鏈咧除低咗咧，就抌咗落地下嗰度，咁令到我自己覺得好深刻印象。嗰刻我需要咧彎低身喺地下嗰度執翻條鏈，跟住咧。因為我媽媽已經即係好嬲咁樣走咗，咁所以咧我需要咧執翻條鏈咧交俾我爸爸，請我爸爸咧去交翻俾我媽咪。咁到今日咧，我媽咪咧基本上咧，只要有一啲隆重嘅場合咧，佢都會帶住呢條鏈。咁我相信咧，即係為我自己個感覺就係，即係父母佢哋嘅為一個人咧去付出咧，其實就好似聖母瑪利亞一樣。其實咧，唔好諗住淨係我哋自己要付出回應呢個聖召啊，好似覺得一個犧牲。但係最大嘅犧牲咧，可能會係身邊嘅人，特別係我哋嘅父母。咁我今日咧，我媽咪咧就每一個主日咧都會翻嚟咧聖堂嗰度參與彌撒啦。因為咧佢喺前幾年咧，佢就即係開始學道理咁啊領洗。而呢一個情景咧，係我自己咧，從來都唔會有咁樣想像過。佢居然咧會係即係成為一個天主教徒，亦都咧喺聖堂嗰度咧好積極咁活躍咧，去參與唔同嘅活動，甚至乎咧去服務聖堂。我諗起咧，即係耶穌基督嘅一句説話：如果當我哋咧去回應天主嘅召叫嘅時候，其他嘅嘢都唔需要擔心，因為天主咧會自有佢嘅安排。佢自然咧，佢會為我哋咧安排得最好。